Hello，喂，介紹你識先啦 ，Crystal，Christopher Baby，Christopher Baby 個 baby， 喂，我細仔陸俊賢啊，有冇英文名㗎？英文名點叫你啊？冇啊，喂，你玩住先啊，我先打電話。根據亞太區宅男聯盟嘅非正式統計，如果你想單獨約會女方出街嘅失敗率，竟然係達到93.1415%。10個女仔啊，9個都中意開 party 嘅，而開 party 嘅首選梗係唱 K 啦。我哋一於採取人海戰術，約埋一大班 friend 出嚟食下嘢、飲下嘢啊，唱下 K 啊！包保你 OK 啊！不喜歡孤單一個。喂，影咗你啊！可不可再戀過？細侄啊，你冇事嘛？唔使去到咁盡嘅喎。先聲奪人啊嘛！呢啲標題嚟嘅啫，千祈唔好上心啊！有冇搞錯啊？飲呢啲單調咗啲喎。喂達 Yes sir。我呢個 Apps 啊，裏邊嘅 One Plus Coupon 可以簽一打免費嘅 Signature Shooter 嘅喎。冇錯。幫我攞嚟啊，唔該。 Very good sir。Shooter 到。喂。嗱，係女仔都中意受人保護㗎。如果你肯挺身而出為佢擋走嘅話，佢肯定冧到暈啊！飲！啊！飲到！一個 Kiyomi， 兩個Kiyomi， 三個Kiyomi， 四個Kiyomi， 五個Kiyomi。唔使啦。